消委會發現管體魚樣本全部含有金屬污染物，9成嘅吞拿魚樣本驗到有水銀，食過量會令到幼童智力下降。測咗46款沙甸魚、吞拿魚同埋鯪魚嘅樣本，售價介乎7個8至149蚊，全部含有重金屬污染物。近半嘅沙甸魚樣本驗出可致癌嘅污染物多氯聯苯。呢一款嚟自西班牙嘅油浸沙甸魚含量最高，一個60公斤成年人每日食0.4至0.6罐，就會超過歐洲國家建議嘅健康標準。消委會又話，大部分沙甸魚、吞拿魚樣本都驗到鎘，過量攝入可以導致慢性中毒。超過7成嘅沙甸魚樣本驗到無機砷，長期攝入可以引致神經同埋心血管疾病。樣本就有9成驗到水銀，含量最高嘅一款，一個35公斤嘅小童每星期食2罐半就超標。想知更多，記得留意我 Facebook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